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阿文哥。今晡日一只亮的呢，谜面来朗读一下。天气on的一条新树带，橫掛田邊愛，唔係風吹走，認真日頭曬。好，解讀一條新樹帶，橫掛田邊愛。唔係風吹走，迎着日頭曬，也係談一種自然的景象哈，自然的景象。一條樹長生出來，新的嘛，新樹帶啊，樹端啊，樹端就是綢緞啊。橫掛的田檔。遠遠的田檔在田邊外，唔係風吹走，一下佢就走脫咧，唔係風吹走嘅哦，形容文章唔見脫咧。認真就是隱蔽嘅意思啊，認真日頭一曬，佢就散脫咧啊，到底係乜個東西呢？哈，看一下答案，答案就係田莖，就係關於嘅彩虹啦。彩虹啊，甲發很多田莖，像莖誒當田當高一隻莖誒莖到個後邊，田莖，哦，係一個拼音田莖。唐一來一槍，也係三聲錯冇係哦，伊係本來係二聲哈，也就弄脫個時節詞言嘅變音，本來係田莖啊，也變成田莖哈 ，OK。